以賽亞書58版，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，你的公義必在你面前行，主的榮耀必作你的後盾。以賽亞書61:1，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主膏了我，傳好信息給貧窮的人，差為我醫好傷心的人，報告被擄的得釋放，被監的出監獄。耶利米書17:4，主啊，求你醫治我，我便得痊癒；挽救我，我便得救，因你是我所讚美的。路加福音4:18，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用膏我，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，差為我醫好傷心的人，報告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。約翰福音3:16-7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